健康的话题，咱台湾大肠癌发生率会当讲是世界排头名，连续10年拢是10项上界严重的癌症上严重的头名。根据美国哈佛大学上新的研究发觉讲，查甫逐礼拜若是食2解酸牛奶糕，和无食人比起来，有大肠肉以外的几率会当降低2成。另外，恶性肉以外风险会当降低2成6。不过，查某囡仔因为肠仔内细菌的环境较复杂，效果就无遮尔明显。 发酵牛奶酸甜的滋味，有袂少人介意摕来做减肥的时阵用，认为对肠仔道的健康有帮助，佫会当促进胃肠的活动。即马美国哈佛大学最新的研究指出，每一礼拜食2摆发酵的牛奶的查甫人，甲无食的比起来，大肠息肉的发生机会降20%，恶性息肉的风险大降低26%。毋过，查某人肠仔内菌种环境较复杂，效果就较无明显。优格其实就是所谓的益生菌啊。 哦，它只是有发酵的。你吃到我们的胃酸杀死之后，它死掉了，它的细胞壁被我们吸收，跟我们人体刺激之后，它会放出一些所谓的免疫系统。其实，亲像发酵牛奶、益生菌拢有同款的效果，但也是要注意糖分摄取莫超量，就会当改变肠仔道的菌种环境，来降低息肉发生的机会。根据健保申报资料统计，新确诊的大肠癌的患者，对105年的16800个人，让一年升悬到17300个人，去年来到17600个人，每一年拢有增加。高峰集中伫咧60岁到79岁，嘛是有变少年的局势。之前在花莲是有收过一个19岁，他来的时候肿瘤已经7公分，已经堵大。所以你只要早期发现3公分以内的息肉，大部分都良性的，你把息肉切掉，它就不会变癌症。尤其是发现的早晚，甲治疗的几率有关系，特别是50岁以上，就要定期来做体检，加运动，加食一寡菜色、水果，较莫吸4脚动物的肉，甲有加工品，降低大肠癌发生的机会。记者综合报道。